天星醫療再次遞表港交所，將會喺4月24號至29號招股，計劃發行842.2萬股 H 股，當中1成會喺香港公開發售，招股價定喺每股98.5蚊，預計集資8.3億港元，每手50股，一手入場費大約4974.67蚊。公司預期會喺5月5號掛牌，中信證券同埋建銀國際擔任聯席保薦人。天星醫療主要專注喺運動醫學臨床解決方案。根據卓識諮詢數據，按2024年銷售收入計，公司係中國第4大運動醫學植入物及器械提供商，市佔率大約有6.5%，同時亦都係國產品牌入面最大嘅運動醫學植入物及器械提供商。公司依靠自主研發嘅植入物、有源設備、相關耗材同埋手術工具，為肩部、膝部、髖部、足踝、肘部以及手腕等部位嘅肩袖、韌帶、半月板等軟組織損傷提供治療方案。另外，亦都有提供運動、康復同預防嘅全方位解決方案。產品方面，天星醫療而家嘅運動醫學產品矩陣，主要涵蓋植入物、有源設備、相關耗材、手術工具同埋再生修復產品等，合共有63款產品。截至2023年12月31號，公司產品已經打入超過1000間醫院。去到2025年12月31號，更加增至3000幾間，當中超過1000間係3級醫院。累計產品銷量亦都突破200萬件。業績方面，天星醫療2025年收入超過4億元人民幣，按年升23.1%，毛利2.98億元，按年升31.2%。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1.4億元，按年升43.6%。至於經調整年內溢利就大約有1.54億元，按年升幅達到59.2%。公司解釋，業績增長主要係因為植入物產品嘅市場認可度提升，產品可及性改善，再加上有源設備、相關耗材採用率上升，帶動整體產品銷量持續增加，所以收入保持穩定增長。銷售模式方面，天星醫療主要透過分銷渠道賣產品。截至2025年12月31號，公司喺內地已經建立超過250家經銷商嘅分銷網絡，覆蓋全中國大陸。至於海外市場，公司喺往績記錄期內亦都有向海外經銷商銷售產品。截至2023年、2024年同埋2025年年底，海外經銷商數目分別有24名、49名同66名。基石投資者方面，天星醫療今次引入咗 JSC International 代表 Shanghai SP、澳博亞洲4期以及大灣區共同家園投資有限公司，合共投資3700萬美元，折合大約2.9億港元。至於集資用途，今次上市所得款項淨額入面，大約30%會用嚟擴大產能同提升生產效率，大約35%用嚟支持以患者為導向嘅產品研發策略，約25%用於商業化、銷售同市場推廣，餘下約10%就會用作營運資金同一般企業用途。北京天星醫療股份本身係一間立足中國嘅醫療器械公司，專注喺運動醫學臨床解決方案。根據資料，按2024年銷售收入計，集團係中國第4大運動醫學植入物及器械提供商，市佔率約6.5%，亦都係最大嘅國產運動醫學植入物及器械提供商。公司依託自主研發嘅植入物、有源設備、相關耗材同埋手術器械，為肩部、膝部、髖部、足踝、肘部同埋手腕等部位嘅軟組織損傷提供治療方案，同時亦都有提供運動康復同預防嘅全面方案。截至2026年4月15號，集團產品組合包括63種產品，涵蓋植入物、手術設備、相關耗材、手術工具同埋再生修復產品，當中有27項產品已經攞到第3類醫療器械證書，另外有25項產品攞到第2類醫療器械證書。截至2025年12月31號，集團累計產品銷量已經超過200萬件。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！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，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。